今来看缅甸的地震造成泰国曼谷的升格大楼倒去，当地房地产业者是认为虽然短期来看房地产会落，也毋过未来应该是阁继续起另外，伫缅甸地震有一寡古迹拢放弃，古迹附近的店家即嘛是毋知影讲日子是要安怎过。都算处处保证这厝绝对是安全的，工程师嘛检测大楼每一个范围，表示讲大无问题。但是今年23岁厝卡拍3块，嘛是同款真烦恼。I come back to my room after that about 5 hours. I saw many cracks on the wall. I feel a little bit scared. And also my mom told me to move out from here. 缅甸顶个月底大地震影响到泰国的曼谷，造成一栋当得起的大楼规个倒去，这是曼谷的居民拢着生惊嘛，感觉讲应该去找更较安全、更较控制的所在来住。房地产业者发现讲这是一个趋势，伫卖厝的人客也是说客要求讲要住伫更较安全的建筑的这种需求之下，建商都要用更较贵耐震的建材，未来可能造成厝价起。找房的时候特意提出来说，一定要对抗震有什么样的考虑和要求。对于矮层的需求，反而就是扩大了。缅甸大地震的重灾区曼德勒古城，因为伫1822年起的马哈的红米市倒去，变作废墟。这个大地震唔但是摧毁古迹的遗址，嘛互在地人无头路啊。Ini mah dah isu ni dan lusa ni dan apa yang ni teman yang sini. Dah ibu jadi ini mah kan sana. 缅甸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3500个人无命，超过4600个人受伤，另外有214个人失踪。在军政府的掌控之下，本地经济和医疗这基础建设都已经真歹，大地震或者一切拢愈严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